你弹一下我。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一同在线上，在这个周三祷告会的同时，大家预备好了吗？预备好了。我们要有一个信心，我们要有一个信心，是我们可以要朝向实体聚会来祷告 ，OK？ 所以你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我们要恢复实体聚会。我们要恢复实体聚会。今天我们要来学一首新歌。这首新歌呢，是有一点快速度有点快，所以大家一定要跟上。然后呢，这个歌词他在说不动摇的信心，跟我说一次，不动摇的信心。让我们就一起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他的名，哈利路亚！一起来拍手，耶！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求除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并主过主，从头来宣告，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就除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紧紧跟随，紧紧跟随，并主过。再一次，我们同工来练习，来唱诗。
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再次宣告说，海浪之中，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逆波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是不改变。举起手来敬拜他说，困难之中我仍要赞美，逆波之中我仍要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哈利路亚！对主说什么？我的祷告，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举起你的手来敬拜他说，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再次说主啊，我的祷告，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再次说主啊，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举起你的手来敬拜他说，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胜。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并不迷路，心在水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要赞美，我仍要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最后一次来，最后一次来说，海浪之中，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哈利路亚！仍要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再说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最后一次说，心在水面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是的，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哈利路亚！继续赞美到这，拍掌荣耀归给他，给他一个大声的呼叫，哈利路亚！是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跟神说：主啊，这个时刻，我只想单单的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
挪去我们一切的搅扰，挪去一切我们的污秽，挪去一切搅扰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你面前敬拜的。主，这个时候让我们单单的来到你面前。主，这个时候让我们专心的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来祷告，我们向你来支取力量，支取从属天而来的力量能力。主，你帮助我们，数到3，我们就开口来祷告。你用悟性，用方言，你就来祷告。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这个时刻，主在这个周3祷告会的夜晚，是我们要与你敬拜的时刻，我们要亲近你的时刻。主，你帮助我们，主，你帮助我们，圣灵来浇灌，圣灵来充满每一个人。主，让我们在不仅是在这个线上，不仅是在镜头的前面，我们更是要来到你面前，专心的来敬拜你，挪去我们一切的搅扰。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继续来敬拜我们的神。主的爱像一道江河，宝座能力流到万民。它是光，照耀我的生命，敬拜主，高举他的生命。我们一起来敬拜。主的灵如风吹我心，安慰忧伤破碎的灵。它是光，照亮我的生命，敬拜主，愿你从天降临。对主说，一道江河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我灵歌唱，唱呀唱呀，唱到连里都欢喜。主圣灵现在来掌权于心。从头来敬拜他。主的爱像一道江河，宝座能力流到万民。主，你是光，他是光，照耀我的生命，敬拜主，高举他的生命。吹我心，主你的灵安慰我们，安慰忧伤，我们这破碎的灵。主你是我，照亮我的生命，敬爱主，愿你从天降临。一起说出你的江河。唱
一道江河来浇灌我们的家里当中，浇灌在我们线上的直播当中。求神浇灌，数到上面，一起来祷告，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的灵，主你的一道的江河降下来，主你的江河降下来，赐给我们盼望，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祷告的力量，赐给我们敬拜的力量，赐给我们赞美你的力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希利啦啦啦啦啦啦啦，希利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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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利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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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利啦啦啦啦啦啦啦，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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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敬拜他，哈利路亚！一起来敬拜他，来！一道江河流呀流呀，流到丰盛的生命，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我灵歌唱，唱呀唱呀，唱到淋漓的欢喜。主圣灵现在来掌权，最后一次说出你的江河，哈利路亚！流到丰盛的生命，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我灵歌唱，唱呀唱呀，唱到淋漓的欢喜。主圣灵现在来掌权运行，一道江河流呀流呀，流到丰盛的生命，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我灵歌唱，唱呀唱呀，唱到淋漓的欢喜。主圣灵现在来掌权运行，主圣灵，主圣灵现在来掌权运行。最后一次说，主你的圣灵，主圣灵现在来掌权运行。哈利路亚！主啊，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主的主，无论我们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主，不论我们在哪里，哪里就有那一道江河从主你的宝座涌流下来。主，这个江河是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盼望，给我们新生命的江河。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在神你的手中，愿主你看顾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从今天欧牧师的信息当中得到生命的盼望和力量。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在今天晚上祷告会，我们再一次在主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祷告。咱来看上帝的话，在约翰福音书第15章第7节：你若踮伫我，你若踮伫我，我的话踮伫恁。己若所爱的，恁就求，就要甲恁成。愿上帝祝福听伊话去行的。另外这彼得为倒哪，伊讲基督的脚步是无分宗派，无论你是福音派，无论你是主流派，无论你是流文派，也是你五旬节的教派，也是你基要派，也是亲像咱加尔文主义的长老会。咱对基督若有兴趣，上帝就祝福，就哪坐伫咱的中间。阿门。我相信咱友上教会是一个真爱基督的教会。咱有透早逐天5点半的早祷，咱有总保祷告，所以咱兄弟对基督。咱会对这看到，
咱看到，咱若对历史来看，教会复兴拢是用祈祷来点导的。你像咱太雅尔总会天补教会，以49年前有兴起圣神的做工，迄个圣神做工引起真侪原住民部落经验了圣神。咱看到圣经中，咱看到祈祷的教会有3个明显的现象。第一个，就是基督成做一个定定胜利的军队。伫圣经内底，以弗所书第1章第2节到第3节，上帝话安尼讲：，佮互万项的有幸福伫伊的骹下，佮将伊做管万项有的头来赏赐教会。教会是伊的身躯，伊所充满的，伊也用万有的充满万有的，佮互万项有幸福伫伊的骹下。了解，这个象征基督已经得胜，所以基督得胜，一群军队基督的教会，伊就是属灵的军队。所以一群属灵的军队所行出去的征战，必定要常常胜利，因为教会的头就是基督。教会我靠基督，搁我的气力赢过这世间，赢过魔鬼撒旦的攻击。所以教会要常常成做常胜军队。教会要常常以各种的征战中间得胜。所以教会要常常注意，对一个所在是教会破口。以咱属灵的生命内面，咱要注意对一个所在，咱的生命出现问题。今年以来，咱的肺炎的人数渐渐在减少。咱看到中央常常咧讲到都有群聚，对所在正做一个破口。迄个破口会产生迄疫情的扩大。了解，咱拢知影一个破口的产生，会带来不可想象的后果。同款，伫教会内底嘛有常常会出现一个人性软弱的破口。魔鬼撒旦要攻击教会，就是对迄个破口出现。人的生命、人的灵性，嘛是会通过人的破口来攻击。所以，咱常常伫教会也好，伫咱家己本身也好，咱来防止这个破口的产生。美国有军队伫夏威夷的珍珠港，二次大战，日本知影美国人对迄个休假真要紧，所以日本人利用迄个美国人咧休假的时，进行珍珠港的空袭。美国的军队和日本的军队安尼突袭的结果，就是珍珠港和日本拍甲东倒西歪。为什么美国这么强的军队会和日本来空袭来攻击？因为当美国人咧放假的时，因放下因的警戒的心，所以因无警戒的心，
直到互日本的军队有机会来攻击因。另外，伫咱的信仰中间，主耶稣嘛甲咱讲，咱的警醒祈祷，因为咱若无祈祷，就袂有警醒。魔鬼就真容易趁迄个机会来侵略。所以教会是啥物？教会人讲是一群侪人聚集的所在，无毋对。这是教会要真正是啥物款的所在？教会绝对袂当真正一个娱乐中心、娱乐中心。咱要去对旅游咱要对佚佗，咱要对聚餐，我毋是讲安尼袂使。伊小组弟兄姊妹有时阵的感情的交配，咱拢会办一个活动来增加彼此的迄个感情的体系。总是这个点心若变作主菜，来教会主要就是娱乐、休闲。安尼教会就失去伊设立的宗旨。教会更加毋是俱乐部。伊你兄我弟，有影圣经教，咱就彼此相听。众人就知你是我学生。有影教会真正是一个听的一个记号的所在。就是教会若真正俱乐部，加固加动，无意向、无目标、无奋斗的动力，教会就真正一个俱乐部。伊的焦点就是人的吃喝玩乐。教会更加毋是养老院就是已经代退养老了，等时间到，等基主的面。教会毋是安尼，教会是一群充满活力、充满愿望、充满奋斗、理想目标的教会。所以教会是啥物？教会是一个属基督的军队。所以属基督军队必然军队就是安那，爱时时警醒，面对战争。所以咱看到中国的飞机不时伫咱的台南的西南岸沿海的空中飞来飞去，伊来侵扰。那空中飞机的中国的船只嘛常常驶来挖进台湾，要试探台湾。就是另外咱要哪伫属灵的战争中咱打赢战争呢？咱唯一武器就是祈祷。保罗勉励基督徒讲，恁爱穿全副的战甲。伫圣经内底，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第17节，上帝安尼甲咱讲：要穿上帝全副的战甲，互恁会徛在来抵挡魔鬼遮的诡计。因为咱的交战毋是抵挡迄气的，就是抵挡遮个办证书的、遮个掌权的，以及遮个暗示、遮个君王，以及天中歹的行为。所以恁得用上帝全副的战甲，互恁伫风险的日抵挡会牢。到恁已经真做隆重的事，也犹原徛在，所以就徛在用真实下药，用义做护心镜，用和平的福音陪伴穿伫脚恁，搁着也神的盾牌，用这个才会拍灭歹的一切火箭。
佮领受拯救的头盔，以及神的剑，就是上帝话。了解？保罗先生甲咱讲，要用逐样的祈祷甲恳求，时时伫圣神来祈祷，敬虔积个，为着拢总的圣徒恳求也无野善，也着替我求，互我会开喙好胆讲，互人知福音的奥妙。所以了解，保罗先生伊甲咱讲，咱爱从全副的正觉，用上帝话，用信，用圣神，用和平的福音，互咱像全副正觉，互咱祈祷无野善。所以了解，咱看到，伊讲第一项就是要属灵军队，大家成做战胜的军队。第二项，教会要成做基督的教会，伊会充满能力的教会。以约翰福音书第15章第16节，上帝讲：毋是恁敬我，是我敬恁，佮说立恁，互恁去结果子，佮互恁的果子久长伫地，互恁伫我的名，无论对爸求什么，就要互恁。所以，咱看到一间健康佮有能力的教会，才会吸引人。我常常想到一项代志，一间真好食的餐厅，伊开伫一个足偏僻的山顶，不过伊的人客真多，络绎不绝。你咧想，这间足偏僻的餐厅起伫山顶，有啥物足侪人会来甲交关？究竟这个餐厅伊的吸引力是啥物？敢是讲夜景好看尔吗？我想，这个餐厅好食，互吸引的是伊的手路真好，迄刀子的手路手艺真好，真够煮食。互迄人客呢，无嫌远，去到山顶去食山产，去看夜景。了解，世间人看到迄个真遥远的山顶的餐厅，拢抱着一个真意爱去的一个心，较远嘛走去啊。迄就是迄个餐厅的吸引的所在。就是我在想，一个教会要安怎互人愿意来到教会，就是有圣神的开力，就是一间教会有健康，有上帝话养持，互伊遮有得到。我会记一届屏东和平教会葛兆西牧师一届咧分享，因教会一个青年考大学，考去台北的一间大学咧读册。伊讲，恁感觉这个少年人是毋是对伊的母会和平教会从此就渐离渐远？我想讲对啊，一个少年人考大学去考去台北，可能你这时啊年假，才会当倒来到伊的母会来聚会，这敢若是精神上嘛想象会到。不过屏东和平教会葛兆西牧师伊分享，伊讲恁错了，我这个青年。考伫台北咧读册时，伊拜到拜五伫台北读册，拜五下晡就坐高铁，倒来到伊的母会屏东和平教会，
逐礼拜参加小组，逐礼拜参加礼拜。哇！我听到这句话，我心内产生真大的放弃。这个少年人，难道伊经济能力较好吗？台北高雄来回上无嘛爱来回3000块，但是这个青年，毋是一个月倒来一届，毋是一档倒来一届，伊是逐礼拜坐高铁倒来到屏东和平教会聚会参加小组。什么原因？让这个少年人肯愿意开钱的代价、开时间的代价来倒来到屏东呢？因为这间教会充满健康，充满能力，充满伊对上帝迄个得到迄个感动。所以这少年人逐礼拜对台北倒来到屏东参加聚会。另外，这咱看到一间健康有能力的教会，伊会成做吸引人的教会。所以，各位网络以及电视机的兄弟，每一位互上帝所拣选的人，都爱受分派去结果子。所以，约翰福音书第15章第7节来讲，主耶稣讲：“你若惦伫我，我的话惦伫恁。囡仔所爱的，恁着求，就要甲恁争。”所以，另外这，咱惦伫主耶稣内面，上帝话惦伫咱的内底，囡仔所爱的，咱着求，伊就要甲咱争。所以，另外这，伫你生命里面，你对上帝有充满着渴慕的心无？啊，是讲啊，时间搁到，搁要去做礼拜啊，带着无奈的心来态度啊，搁要做礼拜啊，搁要聚会啊，这无奈的态度，甲你渴慕的态度是完全无同款。主耶稣真看重基督的生活。无论伊的传道，无论伊的教师，也是伊甲人医病赶鬼。主耶稣伫这服侍进前，伊总是爱先去到天父上帝面前单独祈祷。所以你看到耶稣服侍了，伊就静静去到山顶去遐祈祷。伊服侍了，无接受人的讹乐。肯定，伊祈祷煞了，就离开人群，去到山顶祈祷。咱看到，主耶稣伫天曝光的时，伊也天父上帝祈祷，甚至伊要行迄个苦路，要入迄个耶路撒冷城进前，伊去克西马尼园，伊也祈祷上帝。所以，另这咱看到，无论主耶稣刚服侍了，静静去山顶祈祷，还是透早天曝光去祈祷，也是伊要上迄个苦路进前，迄个受难进前的祈祷，你看到？耶稣非常要紧，就是迄个祈祷。所以咱看到，主耶稣知影，伊若无甲天父上帝迄个沟通，伊就无服侍的气力。同款，咱若无祈祷，咱面对真侪问题，咱无法度去解决，甚至咱会互问题愈来愈复杂。伫旧约内底，咱看摩西，伊山顶看山骹约书亚甲亚玛力人伊征战，当摩西伊手举起来时，山骹的约书亚甲以色列军队
就拍赢亚玛力人。就是人的手的能力有限，伊嘛有有限的事，手酸的时随落来，下骹的军队就战输亚玛力人。所以咱看圣经内底，阿伦和你伫摩西倒边正边扶持摩西的手，所以举起的手就是祈祷意思。举起手就是祈祷意思。所以咱看到常常咱咧特会聚会时，有人祈祷时会举起手，毋是咧宣誓，伊举起伊的手就是咧祈祷。所以伫圣经内底咱讲，摩西的手举起来时，以色列就较赢；手垂落去的时，亚玛力人就较赢。所以真明显。摩西的手就是祈祷的手。约书亚甲亚玛力人争战会赢的原因，是背后摩西举起伊的祈祷的手，伊也祈祷上帝。约书亚甲以色列军队就战赢亚玛力人。所以了，这咱看到，毋是约书亚，毋是以色列的军队鏖战。咱是因咧背后有摩西咧祈祷，有阿伦和你咧甲摩西手提咧，所以了这咱看到，咱的教会爱真做服侍者背后看袂到祈祷的手，用祈祷来真做因的托住，真做因背后祈祷的规律。所以无论你伫厝，无论你伫总部祷告，还是逐工透早5点半来到教会的祈祷，你晓这，咱咧祈祷，拢是咧做属灵的征战，咱拢是伫咧服侍者的背后来用祈祷来成做因的规律。所以真正兄弟讲，牧师啊，我啥物都袂晓做呢，我家己开声祈祷。讲哦，安尼足够啊！你开声祈祷就足够啊！而你开声祈祷，就是咧为了阮来扶持。所以了解，咱基督徒若愿意伫祈祷顶悬下功夫，咱邀请上帝逐工参与着咱的服侍，咱的生活，咱的工课。我相信上帝要的确。通过你的祈祷，成就上帝美好旨意。所以，当你经验了祈祷带来的大规律，你会感觉到教会中大细项代志，咱能够通过祈祷来仰望。所以，只要咱祈祷时感谢上帝、阿罗上帝，咱嘛伫祈祷中间，伫主面前谦卑认罪祈祷。咱也常常为着众人通过祈祷来替因祈祷、代求、代祷，了解？咱就能看到祈祷的规律。祈祷第三项，祈祷是确定上帝对这世界的计划。所以祈祷的目的不是要自私，祈祷是基督借着祈祷，甲福音。确定伫世界的各所在，所以教会祈祷毋但是为了家己祈祷，为了咱所有的需要的人祈祷。所以咱看到咱教会这站咧祈祷时，拢嘛是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的陈时中部长来祈祷。为什么？看在伊毋是基督徒，毋是基督徒。总是咱伫主的面前，咱为伊祈祷，恳求上帝，予伊气力，予伊智慧，予伊能力，予伊伫迄炎的这个风地中间，为了咱台湾百姓的健康，做上要紧的政策。所以教会办任何的事工，
拢袂当代替祈祷。所以祈祷是伫教会来讲是真要紧。所以传福音就像人的心脏同款，无传福音就等于心脏停去啊。所以主耶稣伊甲伊的门徒讲：你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主耶稣佫讲：独独圣神临到恁的时，恁会得到才能。佫伫耶路撒冷、遍犹大、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祈祷就是望到上帝的心意。祈祷就是邀请耶稣来成做这代志的掌管。所以有人讲，当你祈祷的时候，你邀请耶稣来掌管的时候，就是谦卑，将主权交予主。等到变讲，这一个人若伊无愿意祈祷，伊就是无愿意邀请耶稣伫迄中间掌管来带领。伊要家己做主，伊要亲像上帝同款，要家己做主，所以伊无愿意祈祷。所以无愿意祈祷的人，就是啥物人？无愿意祈祷的生活的人，就是惊慌的人，因为伊无愿意通过祈祷将主权交托伫主的手中。所以通过祈祷，咱望到上帝的心意，咱默想上帝话，默想上帝心思。咱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来表达伊对世间人疼世间人每一个人的心。上帝疼世间人，伊无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所以通过祈祷，将宣告异象确定伫全世界，互上帝旨意遍行伫这地面上，落实地面上的上帝国，营造新的社区、新的愿望、新的方向，就是需要通过祈祷的代价。所以，咱需要通过祈祷来操练咱的信仰生活。所以，祈祷上要紧的是明白祈祷真正意思。明白了后，毋是甲知影，爱操练，咩操练？就是咧开声祈祷，而且你的祈祷是心口一致啊，心甲你的嘴是一致的。然后运用你对上帝的信心，运用上帝权柄来祈祷，嘛通过祈祷来清洗家己，通过祈祷来认罪上帝认罪反省。所以通过祈祷的生活，互咱持之以恒。所以一个学生，要用偌济时间去学习、去实习。你知影要做一个医生无简单，伊可能要经过R1、R2、R3、R4，整个一连串的实习的过程。咱拢知影，是病院有那个住院医师啊，迄就是因的实习。所以了解，通过咱的祈祷，咱可以当成做真正基督的勇士。通过祈祷，互你经验上帝的恩典。了解，你敢知台南新南医的创始者巴克博士，伊是开创台湾第一间大学，就是台南新南医。伊嘛是开办台湾第一份报纸《教育公报》的创办者。巴克的牧师常常用双脚的膝盖伊遐祈祷，
通过祈祷，互伊对主产生仰望甲倚靠。你若有机会去台南西南医的咱长老教会的历史博物馆，你会发觉巴克博士巴克牧师伊的困衫，伊的脚头有2个破孔啊。迄2个破孔是安怎来？迄2个脚头的破孔是伊常常祈祷甲迄个脚头迄个困衫破去。牧师伫屏东水里教会咧牧会时，我曾经捌去历史博物馆迄阵囥伫长隆中学的楼顶，我专工去摕相机去翕巴克的牧师的困衫。伊的困衫毋是薄薄啊，伊的困衫是真厚的困衫。我看见迄个点染的巴克牧师迄个困衫是。迄个脚头真正破2孔，伊常常祈祷，仰望主。你看，这么伟大的一个牧者，伫台湾来开创台南西南医，开创台湾地份报纸《台湾教会公报》，伊拢用祈祷，正做伊的事工的开始。所以，领这，咱会常常用咱的脚头来起做这段来敬拜主。我会记我做传道的时，对牧者参加韩国的牧者的造就。我第一届看到韩国人透早5点外，伫真寒冷的落雪的天气，透早起来学了上帝，敬拜上帝，伊甚至跪咧祈祷。对啊，迄几届参加韩国牧者台湾牧者韩国的访韩团，互我深深感动着韩国人因对祈祷的温困。所以你看韩国教会复兴，毋是无原因，是因为伊愿意开时间、开精神，付上代价祈祷。咱讲上近的咧，我的好朋友林嘉恩医师，伊伫非洲布基纳法索，伊也做2手衣的分送，伊也去做孤儿院，伊也为了布基纳法索来去做清气的古井。林嘉恩医师伫我伫屏东牧会时，伊要来做青年的培灵，伊甲我分享。伊当伫台湾募集这二手的衫送去非洲的时，伊去邮局要领伊的迄对台湾寄二手的衫，去到邮局的时阵，邮局甲伊讲：“哦，这规个仓库拢是恁的物件，恁的衫，台湾寄来的衫。哦，你也要领这个衫吼，按偌济钱？”林医师甲我分享。伊讲我是一个替代役，我是互台湾的政府派去非洲做外交替代役，我哪有遐济钱来将这个衫来领出来？伊当时伊真正无钱，连嘉恩师。伊讲，伊就用迄个厚纸板，咱的迄个一般的纸箱铺伫迄个涂骹，伊就祈祷上帝，上帝啊，我求你来帮助布基纳法索遐个送乡的人得到台湾寄来的衫，不过伊无钱来买到去办理这领衫出来的经费。
伊就祈祷上帝。忽然有一天，伊所徛起的所在，迄个省长的老爸忽然破病，于是有人就报来台湾林江医师伊服役的这个外交医疗的这个团体，讲这个省长老爸破病甲唔知要安怎，要拜托林江医师会让去甲这个省长的老爸来治病。叫林江医师去甲老爸看病了，发现这个省长的老爸身躯顶唔是得了什么病啊，是欠缺一寡营养素。于是林江医师就开一寡维他命啊，一寡营养的物件药品，互这个省长的老爸去等于服用。无拍算，这省长老爸食了几工了，身体自然愈来愈恢复的时阵，这林医师就甲这省长讲：“省长啊，我有一批衫对台湾寄来，要互咱这个国家的这个百姓来穿。不过邮局这个费用，要领出来费用，是我的能力超过我的能力，我无遐济钱通领这衫出来。”这个省长听了就讲安尼既然你也甲我的老爸病医好你也拄到这个小小的困难不要紧，我下命令，甲邮局的人讲，你会当甲这钱、这衫领出来，你免付偌济钱，我下一个行政命令，就当互你解决你的问题。而且，咱看起来，这代志敢若真正常，无啥物大奇怪的代志。不过林医师咧甲我分享，你敢知影？我祈祷时，我祈祷到迄个，互我跪伫涂骹迄个纸批咧，出现3个空。这3个空，就是你的膝盖2空，佮伊头壳遐。迄纸批，互伊常常跪伫遐祈祷到，才破3空。咱最近为着咱台湾的高端疫苗，伊咧争论讲，即个疫苗毋知有效无效？你毋知注意到无？出来讲话，迄个高端疫苗的迄个执行长，就是林家安医师就是咱主内咱的兄弟。伊离开非洲了，全家去到美国攻读疫苗博士，然后伊阁派去日本，为了这疫苗，伊的日本公司伊也是受一动。然后这博士要讲的，林家仁医师，伊用信用。伊用脚头夫来仰望我靠上帝。伊虽然想要为着非洲的百姓来解决欠缺衫的问题，总是上帝嘛通过伊的祈祷，上帝伫伊的困难中间开稳定大门，互迄省长的老爸的病情得到林医师的医治。然后这咱看到上帝是不是一步一脚印，拢咧开林医师经验上帝稳定，是不是咧一步一脚印？通过林医师祈祷的下功夫，上帝通过伊的祈祷成就美好的旨意。所以你看这。咱期待咱的教会更加健康，更加扩大。咱就要三甲用脚头，用咱祈祷的时间、祈祷的精神，
来付上代价来祈祷。所以了解，咱来常常伫主面前，愿意真做祈祷的人。林医师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我看伊，伊咧读医学院的时候，我就捌伊。我看伊伫医学院，甲去到非洲做这个最伟大的事，到美国伊也读博士。我看见上帝咧使用这个人，伊一直谦卑，对着上帝路咧行。上帝多多使用伊，所以了解，咱这时阵咱来真做祈祷的勇士。咱唔单是这个时阵祈祷，咱来以每一个时刻真做祈祷的人，用你的脚头，用你的时间，用你的精神来常常祈祷。这时，咱来祈祷，咱来吟这首诗歌。哈利路亚！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祷告，你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我们来敬拜他说，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再次说，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对我敬听的兄弟姊妹，亲爱的家人，咱这时阵咱来祈祷。第一，咱来为着咱的疫情的祈祷，疫情控制来祈祷。咱知影，即马台湾疫苗有欠缺的现象，求主怜悯，通过各国的资源，通过咱台湾家己制造的疫苗，互咱的疫苗的施打率会当提升。咱为着这疫情来祈祷，咱也为着咱知影周围的国家，特别印尼，即马疫情比
印度较严重，泰国嘛真严重。咱求上帝怜悯这个国家，咱也继续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咱教会有一寡兄弟身体欠安的，咱求上帝来医治因，互因的病痛，上帝怜悯的面来医治因，互因的身体自己恢复健康。咱三个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求主你恩膏带领帮助我们的兄弟姐妹，让他们的身体的软弱当中，主啊，因着信心，因着仰望，主啊，你的恩典够他用，你让他们身体的软弱当中得到上帝怜悯的医治，求主你怜悯帮助我们的这些身体软弱的兄姐身体上得到医治，得到眷顾。主耶稣，求你也帮助我们台湾目前欠缺疫苗，愿主你通过各国的恩典愿力来支援帮助我们的各种疫苗。主耶稣，你也帮助特别我们周遭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这些国家日本他们的疫情，愿上帝怜悯帮助，让这些国家的疫情得以控制。愿上帝怜悯帮助我们。主耶稣，谢谢你。施恩典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来，为了我们台湾的疫苗的施打率及疫苗的获得来祷告。愿上帝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成就你百姓的需要，让台湾的疫苗不至于缺乏，让台湾的国产疫苗能够充足供应成为台湾的守护。主啊，我们也为了陈时中部长及他的团队祷告，我们求你帮助他，给他有智慧能力，透过他的施政，透过他的防疫帮助台湾的百姓的健康得到防护。我们为了附近国家，特别印度、日本马来西亚、泰国这些国家，他们的疫情也非常严峻。愿上帝你亲自来保守，透过他们的施政，透过他们的疫苗施打，主啊，让他们的疫情得以控制。愿主你听我们祷告，我们也为了我们身体软弱的兄姐来祷告，求主的施恩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兄姐在软弱当中也依然对主的信心如同磐石一样坚固，来仰望你。愿主你怜悯垂听我们祷告，帮助他们身体早日恢复健康，也经历到上帝的医治的大能。求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各位兄弟姐妹，我们这时候请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我们为了我们的长子祷告为了我们教牧团队，为了陈牧师，为了我们的陈牧师娘，为了潘牧师娘，为了欧牧师及何牧师，我们为教牧团队，我们为了我们办公室的干事群来祷告，我们为了我们小组长他们每周的牧养关怀来祷告，我们为了我们没有参加小组的兄弟姐妹祷告。愿上帝施恩带领我们开口来仰望神。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求主你恩膏带领助我们陈牧师娘，主啊，他们有身体的健康及力量，主啊，帮助他们的领受属天的意象，带领我们的教会往复兴祝福的方向来迈进。主啊，求你祝我们的潘牧师及潘牧师娘，当我们身体在你面前得着你的看顾。主啊，祝福潘牧师牧养青年有属灵的看见，属灵的启示牧养青年人各得到灵的喂养得到国度的扩展。主也祝福欧牧师及何牧师在成人牧区的牧养当中，主啊，帮助我们成人牧区的小组长组员彼此同心向心意的合一来祷告，帮助欧牧师和牧师的家庭蒙恩祝福成人牧区更在你面前健壮，祝我们办公室的干事群人们忠心服侍，兼顾他们所做工。主啊，谢谢主。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为了我们的教牧团队、长子团队、我们的办公室干事群、我们小组长们，我们来祷告，求主恩膏祝我们每个团队，也祝我们还未加入小组的兄弟姐妹，祝他们的身体、他们的事业，他们每天出入
在你面前蒙恩，让我们又唱教会大大小小都蒙上帝的眷顾及祝福。愿主你施恩带领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姐妹，最后我们也为了我们这明天开始有一个轻度台风要侵入台湾，求主帮助，让我们台湾在这一次台风的进入没有受到更严重的灾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最后我们祷告完之后，求主施恩带领。主耶稣，谢谢你，哈利路亚！求主帮助我们台湾如台风，主已经要明天、后天即将影响台湾所有的每个区域。愿主保守，让台湾的台风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为台湾的各个水库来降下充沛的雨量。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听我祷告。平安的度过，谢谢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主耶稣，我们知道明天即将有轻度台风侵入台湾，求主你保守台湾及离岛每个区域没有受到台风的侵扰而财产生命的影响。主啊，求你帮助，透过这个台风，让台湾的各个水库然后丰沛的雨水的加入，让台湾的水库能够更满。主啊，让台湾不会缺乏水的资源。主啊，求你听我们祷告，保守台湾明后天的台湾台风没有造成我们的困扰主保守我们台湾一切的平安愿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各位兄弟姐妹，盼望我们从今天开始或者我们从8月9号以后，如果我们有恢复实体的聚会，愿我们每个人都来到教会一起参与各项的祷告，让我们成为代祷的勇士、祷告的勇士，来让教会成为蒙福的教会、健康的教会。愿上帝施恩祝福，愿上帝祝福你。我们下礼拜3再见。Strahlt dein Licht, du bist